Pozdrav svima vera ovdje. Pogledajmo zajedno koje zemlje su najpoznatije u Kini. Hajdemo. 您知道有哪些中国中东的国家吗？想一下，希腊、保加利亚、罗马尼亚、匈牙利，斯洛伐克，还有克罗地亚，还有什么？罗马尼亚，保加利亚，然后克罗地亚吧。希腊，这个答的越多是会有奖品吗？不一定啊。希腊、斯洛文尼亚，还有斯洛伐克，还有什么？匈牙利，罗马尼亚，还有那个克罗地亚，那个塞尔维亚，波黑，匈牙利，塞尔维亚，那个还有希腊。中东国家有克罗地亚、塞尔维亚、波黑、黑山、匈牙利、捷克、斯洛文尼亚、希腊、保加利亚，应该还有。现在想到这么多，罗马尼亚。